主后2025年6月13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敢真正有即款的代志？圣经咱做来听读《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第7章60节。司提反充满恩赐甲能力，伫民众的中间行大奇事甲神迹。不过，有一寡人起来甲司提反辩论，因是对古年内甲亚历山大来小自由人会堂的会员，以及对基利家甲亚细亚来的人，圣神赐智慧予司提反，互因无法度通辩驳。后来，因买受一寡人出来讲，我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甲亵渎上帝的话。因煽动民众、长老甲经学教师，冲去掠司提反，甲伊交互议会。因叫一寡假证人出来，讲这人不时讲话攻击这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我捌听到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圣殿，佮改变摩西传予咱的规例。迄时，坐伫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看到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貌。大祭司问司提反：事实是安尼是无？司提反应讲：各位父老兄弟，请听，咱的祖先亚伯拉罕徙去赫兰以前，还住伫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阳光的上帝对伊显现，甲伊讲：着离开你的故乡甲亲族，去我要指示你的所在。亚伯拉罕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去住伫赫兰。伊的老爸死了后，上帝对遐甲伊牵线来现在恁咧住即个地。毋过上帝拢无产业予伊，连立足之地都无。虽然迄时伊还无囝，毋过上帝应允要赐伊即个土地，予伊甲伊的后代做产业。上帝有安尼讲：你的后代会去寄居伫外国，做奴才受虐待400年久。伊阁讲：毋过我会审判迄个互因做奴才的国家，后来我会互因出来，伫即个所在敬拜我。然后上帝有甲伊立约，用甲勒做记号，因为安尼亚伯拉罕生以撒了后，第8日甲伊甲勒。后来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族长。这个族长怨妒约瑟，甲伊卖去埃及，毋过上帝甲伊同在，救伊脱离一切的灾难，搁赐伊智慧，予伊得到埃及王法老的关爱，指派伊做埃及的首相甲王宫的总管。后来埃及甲迦南全地发生饥荒，引起大灾难。咱的祖先无粮食通食。雅各听到埃及有粮食，就找咱的祖先去遐。这是头一遍。第二遍因去的时，约瑟对伊的兄弟表白伊的身份。对安尼，法老才捌约瑟的家族。约瑟找人去请伊的老爸雅各，甲全家族75个人拢去埃及。雅各就落去埃及，后来伊甲咱的祖先拢死伫遐。因的遗体互人运到示剑，埋葬伫亚伯拉罕用钱对哈莫的子孙买迄个墓地。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特别实现的时，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人口加添真多。后来有另外一个毋捌约瑟的王起来统治埃及，以用诡计对付咱的民族，虐待咱的祖先，强迫因甲婴仔等伫外面，互因死。拄即个时，摩西出世，生做非常清秀，得人疼。伊伫老爸的厝受养饲3个日久。伊受放杀的时，法老的查某囝甲伊捡去做家己的囝养饲。伊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讲话做代志拢有能力。摩西满40岁的时，想要去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同胞。伊看到一个兄弟互埃及人欺负，就去甲伊保护，拍死迄个埃及人，替伊报复。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为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毋过因无了解。隔日，伊看到2个以色列人伫冤家，想要甲因调解，讲朋友恁是兄弟，哪得互相伤害？毋过迄个伫欺负人的，甲摩西撒开讲：啥人任命你做阮的头人，做阮的判官？你嘛要杀我，亲像昨昏杀迄个埃及人哦？摩西一下听到这话就逃走，去米甸人的地寄居。伊伫遐生2个囝。40年后，伫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个天使，伫刺皮的黑暗中对摩西显现。摩西看到这个景象，感觉真稀奇。要行我去看较详细的时，听见主的声讲：我是恁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惊甲皮皮喘，毋敢看。主对伊讲：话藏起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痛苦，我确实有看到，嘛有听到因的哀叫。我倒来要拯救因。等你来，我要找你去埃及。这个摩西，以色列人捌甲伊拒绝，问伊讲：啥人任命你做头人，做判官？这个人，上帝要通过伫黑暗中显现的天使，找派伊做领袖，做拯救者。伊带因出来，伫埃及，伫红海，伫旷野40年久，行真侪奇事神迹。这个摩西捌对以色列子孙讲：上帝要对恁同胞的中间，甲恁兴起一个亲像我即款的先知。摩西嘛捌甲伫西奈山对伊讲话，迄个天使以及咱的祖先伫旷野聚会，伊有将所领受我的信息传互咱。咱的祖先毋肯听叹，颠倒甲伊拒绝，想要倒转去埃及。因对阿伦讲：你着做一寡神明来甲阮带路，因为带阮出埃及迄个摩西毋知拄着甚物代志。迄时，因做一个牛仔囝的像，对迄个偶像献祭，为着家己的手所做的偶像庆祝。毋过，上帝回头毋看因，出在因去拜天顶的星神，照先知书所讲：以色列人啊，恁伫旷野40年久，减捌献生礼，也是祭物互我。恁将摩洛的布边，以及你翻神的星
就是恁做来拜的像，所以我要甲恁放逐去巴比伦迄边。咱的祖先伫旷野有见证上帝同在的会幕，就是上帝对摩西讲话的时，只是伊照伊所看见的模型建造的。后来，咱的祖先承接即个会幕，上帝对因面前甲外族赶走，因占领迄个土地以后，才甲约书亚将会幕徙去遐，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有得到上帝欢喜，通求上帝准伊为着雅各的家找一个徛起的所在。毋过后来为着上帝去圣殿的是所罗门。其实至悬的上帝并无住伫人的手所起的厝，亲像先知所讲。主讲：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点。你要甲我起什么款厝？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这一切敢毋是我亲手创造的？恁遮尔固执，恁的心硬，耳孔毋听，恁甲恁的祖先相款，不时反抗圣神。倒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迫害？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遐人拢互恁杀死。当恁诚做出卖搁杀死迄位仆人的人。恁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竟然无遵守。因听到司提反这话非常受气，对伊加加切齿。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夜头看天，看见上帝的荣光，嘛看到耶稣徛伫上帝的正边。伊讲：恁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正边。众人黄耳孔，大声喝，做伙饲活去，甲伊拖出去城外，用石头甲伊钉。遐个证人将家己的外衫交互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顾。因用石头钉司提反的时，司提反求叫讲：主耶稣，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伊搁跪落去，大声喊：主啊，毋通将即个罪归互因。伊讲了就死。敢真正有即款的代志？司提反是一个信心坚定、受圣神充满的人。伊和其他6个人受竞选来管理教会的行政事务，互使徒会当专心祈祷和传道。因为安尼，上帝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的门徒日日增加。有袂少祭司也接受即个信仰。司提反伫活塞中充满上帝的恩赐和能力，伫民间行奇事和神迹。有一寡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司提反，甲伊辩论。不过，司提反得到圣神所赐的智慧，伊的发言无人通辩驳。遐个反对的犹太人见笑转受气，因为知影无法度辩赢司提反，就要受人来造谣攻击伊。因诬告司提反讲：我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甲亵渎上帝的话。这个人不时讲话攻击这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我捌听到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圣殿，搁改变摩西传互咱的规例。因用安尼煽动群众，得到和共学教师
司提反就伫无事实的指控下面受掠到议会。大祭司质问司提反：事实是安尼是无？受即款质疑的时，司提反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冷静面对伊的困境，清晰表达伊的想法，搁告别伊所相信的永远信息。伫即个事件中，通看到反对的犹太人司提反被煽动者伫咧面对甲家己想法无共的人时，有三种无共的情绪反应甲应对。现代人哪来哪讲求认捌情绪，搁分辨情绪背后的感受？对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人会当察觉家己的情绪，就会当搁较认捌家己，接纳家己，搁接纳别人。对安尼，咱大先来看遐个反对者的反应。当因无能力反驳司提反的时，内心就充满愤怒，进而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司提反。根据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观点，愤怒是一种二次情绪，是对一次情绪，亲像担心、惊吓、委屈、嫉妒、见笑、挫折、失望、孤单引起。愤怒的表现是要暗砍一次情绪。这检采会当解说遐个反对者为虾米见笑长受气。搁再来，咱看司提反，当伊面对受误解、诽谤、恶意攻击，甚至信仰被质疑的时，依然真平稳陈述事实。若用情绪上诉 EQ 来看，伊是高 EQ 的人，就是伫压力下面，依然会当保持情绪稳定。伫失志也是愤怒的时，会当调节情绪；伫困难环境中，依然会当平静完成任务。当司提反受掠到议会，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和压力的时，伊依然平静安详，解说伊受指控的缘由。最后来看受煽动的人，因只是旁观者，情绪却容易受煽动。其实因根本毋知影发生甚物代志，受有心人利用却毋知。试想，咱是属伫倒一种人呢？日想，假使有一日，我甲司提反共款被误会，互人用怀疑的语气问讲，事实敢是安尼是无？我会安怎回应呢？假使有一日，我甲司提反共款受误会，互人用怀疑的语气问讲，事实敢是安尼是无？我会安怎回应呢？咱做伙来祈祷，赐人智慧的上帝，求你互我搁较认捌家己，搁较济察觉家己的情况，帮助我伫面对压力的时，会当适度调节情绪，并且有能力面对挑战甲冲突。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